新竹市经发人才服务据点有邀请到木工老师来遮做这木工的指导，或者中高龄学员会当家己动手来做物件。讲到这满满的成就感呢，是用钱买袂到的。 教大家安怎利用机具发挥创意做木工，佮销界各种无共款特性的插科，互大家知。对学校退休的张老师，退休了后改做学生，伊讲来遮上课，互家己较袂无聊。退休了后，伫厝呢，嘛感觉无聊，希望讲趁一个会当活动的时阵，会当加出来接触人，学一寡新的技能，互家己莫参社会，脱节伤济。另外一个是对美国退休，则搬转来台湾，今年62岁杨女士，伊讲真欢喜来参加活动，嘛建议中高龄应该爱较常出门学物件，交朋友。我觉得大家应该都走出来，因为外面的世界真的很美，而且我们也可以跟很多人互动，然后可以互相协助。 然后真的是很棒。这是新竹市劳工处配合中高龄服务据点所举办的体验活动，让中高龄退休的人去接触英国较无接触过的物件。可能隔一个月就无爱出去和人讲话，还是想讲班单。毋过有这个活动呢，会使出来交新的朋友，做新的代志，了会当行行的。 了物件做好，当会当和厝邻的人分享，嘛会使和厝边头尾讲哦，我迄天去倒，大家敢要做回来安尼。透过课程配合多元无共款的主题，学习新的事物，真正食到老学到老，那丰富退休的生活，甚至会当发挥专长，创造出新的价值，丰富退休的生活，也得到成就感。记者刘君和，新竹